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到底有没有看清啊？我吓都吓死了，怎么可能看清啊？那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呢？应该是个男的吧？身高这么高？哎呀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我的英明神武。福生倒下了，皇上倒下了，他们一个都倒下了，就我一个人站起来了。我冲上去的那一刻，我置生死于度外，我舍生取义，舍身成仁，我狠狠地抓过了他的胳膊，拼命的不顾形象，狠狠地咬了下去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是因为我的这一口，彻底扭转了战局，让我们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。另一个，他很有可能是被我的气魄吓到了，他本来还一直打我，后来他逃跑了。你说我是不是？冉冉呢？我也联系不上他。你也联系不到他？你担心他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贺宇哥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请将军息怒，是冉冉失手，是冉冉失责，请将军责罚。冉冉实在无法对皇上下手，看在太后娘娘的份上，我想您也不忍心。冉冉，快起来，起来再说，都怪那个叶佩。叶佩，你是说叶佩？他是谁？叶佩是个恶魔，他……闭嘴！你现在话越来越多了，犯了错还不承认，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还不给我退下！还不走！冉冉，想问问冯昭仪和太上皇，他们对冉冉不薄。你现在话不仅多，还敢命令我了？冉冉不敢，请将军饶他们一命。你知道自己在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吗？退下！是。
刚才找了附近所有的医院，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元宵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暂时没有问题了，不过还要观察，不让进去。你就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放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开心吗？拓跋将军，阿宇，阿宇，你没事吧？我想，我有线索找到他们了。有了这些血，我以后再也不怕受伤流血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搞了半天，你就拿这些骨血回来，本将军不稀罕。呆子，你知道这是谁的血吗？本将军无需知道。你给我住手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还记得当初是谁抢走了你的妙智吗？受死吧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说好的一物换一物呢？又带来了吗？只要你给我要救鹏鹏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死到临头了还要当情圣？我要替妙智，我要替妙智杀了你这个暴君！妙智，要杀要剐，尽管放马过来，给我要！我要救鹏凤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今天我要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！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别装死！装死我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要真真正正的赢了你，回去告诉妙智！起来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暴君，你也有今天！你抢了我的妙智，却不好好珍惜，为了这个昭仪，你忘了国家，忘了妻儿，你怎么为人君、为人父、为人父啊？啊！李华，李华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和那个昭仪私奔到现代，把我的妙智忘得一干二净，让他为你独守深宫。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妙智，都是因为你变得像现在这样人不人、鬼不鬼的。都是你害的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！你还好吗？蠢女人，真的蠢女人。小公公，你回来了。去死吧！小心！
军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弄坏他的肉体，我还要靠他的血活命呢。没出息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就知道贪小便宜，本将军一定要要了他的命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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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拓跋将军，冉冉，杀了他们！快呀！赶紧的！老大，我来了。老大，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走，哪里走？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李焕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芬芬，你不要过来！我说过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哇，这么快，干得漂亮！黄辉，是你，一切都是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在你手机里装了窃听器。你跟踪我，你一直都在怀疑我。难道你没有骗我吗？是我太傻了，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，没想到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狗血。谁敢碰我老大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们只是各为其主，尽守本分。难道你的本分就是杀人吗？你就不要再逼我了。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好。蠢女人，丑女人，疯女人，我不许你有事！你快醒醒啊！我有好多事情要问你呢。快点醒过来啊！芳芳，你醒了？你都想起来了，小公狗。我是小公狗，我是你的小公狗，你是我的蠢女人。来，给我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在外面等着吧，别担心了啊。没想到今天你聪明了一回。我聪不聪明不需要别人来肯定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谢谢你。刚刚看你的样子，好像你的记忆慢慢开始恢复了。逆向思维一下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起点，代表着我们之间的竞争正式开始。你跟峰峰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但我不会惧怕你的回归。我和他之间也有一段细水长流、一辈子的婚约。也许你是比我强，
但你有你的守护方法，我有我的守护方式。我黄辉绝对不会输给你。老大，什么？好，我放你一马，请你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的守护冯峰。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如果在这段日子里，冯峰出现任何的差错，你最好甘拜下风，主动退出。告辞了。我黄辉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你儿子的伤势并没有大碍，也没有伤到骨头和神经，请放心。只是我发现他的头发有脱落及变白的迹象，皮肤也有衰老的征兆，初步断定是早年衰老综合症，俗称早衰症。早衰症，这种病属于遗传疾病。我想问您一下，有家族病史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带我儿子先走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这样，先生，先生，这样很危险，你不能这样，先生，先生你别这样，别激动，你这些放开我！你要陷我于不义之地！怎么办？快给他注射镇静剂！要不是人头猪脑，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小王，拿镇静剂！先生，你冷静点，马上给他注射！快点！别动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。来，推走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，小公狗，是只宠物吗？对，你想起来了，小公狗。我是小公狗，我是你的小公狗。是人是狗，是什么都没关系，只要我能守护在你的身边，就已经足够了。肥皂不能捡，世风日下。若不是有人做了下三滥的事，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儿？说了不准乱动，给我回去躺着。这是你自己要动手的，我可没逼你。我是正常人，我可不想当疯子。你醒了。别担心，医生说刚起来会很难受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他呢？李欢他没事，放心吧。谢谢。
傻瓜，你跟我有什么好谢的？你看着我干嘛？喝点水。对不起啊，因为他救了我，所以很担心他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我也感激他为你做的一切。放心吧，他真的没事，只是元宵那边出了一点状况，他去一趟。元宵他怎么了？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